其實喺採訪嘅期間呢，有件事又比較古怪嘅。咁因為自從阿森馬呢採訪完第一個途人之後呢，咁佢就開始比較靜，又冇乜嘢講，就企埋咗去好遠處啊。因為其實我而家自己呢就企喺電梯口附近嘅，咁就仲一路係揾緊途人去訪問。咁就我見到阿森馬就自己企咗喺近月台呢個專場位置嗰度呢，就望住埲牆，就好似冇乜任何嘅動靜。咦，我見到佢開始行過嚟，好似有啲嘢想講喎。咦，係森馬做咩啊？我哋我哋而家其實已經訪問咗兩個途人啦，咁其實都大部分都係比較匆忙啦，佢哋可能趕時間，又或者唔係咁想講有關呢個月台嘢啦，咁或者都唔好打擾人哋咁耐，因為其實呢個月台我哋落咗嚟咁耐，我自己覺得咧就其實開頭先喺阿飛星訪問途人嘅期間咧有2秒鐘到啦，大約我覺得係有少少阻耳鳴嘅，咁好快就冇咗啦。但係就我而家嘅感覺就唔想喺呢度逗留咁耐。既然即係如果途人係唔方便講，或者佢哋太趕時間，我相信佢哋日常翻工放工都非常之匆忙，未必發現到啲乜嘢，所以我又想做一個明智啲嘅決定，就係我哋而家走啦，不如。